红姨手蒸头仔饼。爱准备的食材有鸡蹄米粉170公克，无盐巴打65公克，卵35公克，幼白糖40公克，乌糖10公克，杏仁滚下个，抹茶粉适量，可可仔粉适量，浸幼白糖。搁来甲乌糖过胎，底伫共一个碗仔。乌糖一定爱过胎了后，才会当使用，若无会拉袂焦匀。刷落来加入对冰箱摕出来退冰，已经放好软的肉搭拉拉咧。甲烤好的鸡卵分做3盖至4盖加入去，拉好焦。加卵的时阵，爱分做3盖至4盖倒入去碗仔，而且逐盖拢爱等肉搭甲卵吸收了后，才会用伫继续倒。鸡蹄米粉过胎了后，用软口匙甲碗仔内底食材小搅一下，就会当用手甲伊拿做一圆。浸头仔用软口匙搅搅咧，安尼才袂黏甲规个手拢是。落尾该用手落去烂，速度就会加较紧。烂到无看到米粉，面册比较筋骨，就会用伫啦。因为要做3种口味，就爱甲面册分做3份，一种是原味的，另外2种分别加入抹茶粉和可可仔粉，软到2份面册的色水焦匀。若是要做搁较侪种无同款的色水，嘛会使加红壳粉、金瓜粉等等较天然的原料，做出各种的种头仔色。毋过天气伤过热，面册熟了的时阵可能会出油，所以嘛会当先甲摕去冰箱冰，安尼等咧就会搁较好操作。接煞甲面册捏做种头仔形，这款饼其实嘛会使变出各种的模样，亲像西洋几仔节，有人会装做木乃伊。安尼只要穿黑色甲白色的巧克力豆，等饼烘好势，甲因积伫顶面，就足烧香啊！抑阁会当穿气泡的染木，加做实火，营造几仔节的气氛。而且捏面册的时阵，爱捏好白厚，安尼才袂有的有色，有的无色。用箸也是签仔顶顶的工具，带出关节的记号。甲杏仁放起哩，当作是伊的整甲。若准备甲伊食杏仁，嘛会使甲换做别种甜仁，嘛有无共的滋味。
最后烘箱爱预烧到160度，烘25分钟，放互冷就完成啊。若是感觉无够熟，会使加烘几分钟，豆豆仔增加时间，安尼才袂烘过头，颠倒臭火焦。安尼就完成啊。